还规个买牌。哇，辛苦辛苦。现在，像一些老人家怎么受得了？他刚刚上厕所那些，但是这个老板不错，他有这个给大家一个这个好方便的一个制度，把健保卡留在这边，有空回来拿。这个系统第一天你觉得是出什么问题？当然啦，一定塞车嘛，这一定的。它跟之前比较排队，每天都完全买不到，以前是完全买不到。我跑了大概有30间超商，买了好几天，一个都买不到。今天是第一次可以买得到，都一样，每个都一样。它两片够用吗？7天2片？当然不够，买一个，怎么可能够？我现在带这是这个了，心安的了，这没有不安全的负担。它跟排不到比的。可是有总比没有好，就是这样，无奈的。对，因为今天是刚上线，所以动作会比较慢一点，也怕大家在这边等太久，所以而且这样子，很多年纪又比较大，站立太久的状况不是那么理想，所以我们有特别准备，我们自己有号码牌，还有你们自己的号码牌，符合之后，你的健保卡先记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完成之后，你们下午或晚上再来。好，等一下等一下完成之后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。